你就踩我踩过的石头就好。来，再往前走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，哪有那么胆小的人呐？我起不来了。过来。终于到了。来，回头看你走过的路，你有没有很勇敢，这样从上面一路下来？我没有，因为都是妈妈用我的。我妈妈是在蒙古，然后就是有人就是一直会叫我蒙古妹，然后也有人叫我大陆妹。你妈妈的娘家，不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娘家。我还没结婚，所以那不是我的娘家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雪，我也没看过。我好羡慕你啊，李小彤。我外婆住在越南，我也是在越南。我是在苗栗，我是在台北。外婆住在我们家。我们住在一起。没有了。家乡是以面食为主，包子、饺子、面条、饼，很少吃米饭。就想到小时候在家玩面粉的感觉。妈妈的奶奶这阵子身体很虚弱，所以妈妈要带我和弟弟回去探望她，因为这次去的那个旅费，她1个礼拜会加班到5、6次，然后就是还有去扭到那个手。你知道那个男的就是那个哥哥。李小彤，姥姥找你。姥姥，我星期4就回去了，我好兴奋哦。对啊，冷的时候那个装备很多哦。要感谢你啊，是你把他生在大陆，然后来台湾生下我，然后我爸妈年纪都大了，然后很希望我们能在身边多陪陪他们。然后我又跑这么远，因为我妈一直到现在都不太谅解我，说为什么嫁这么远？对啊，她现在打电话还会这样，有的时候她会跟我哭，她说我养大的女儿为什么跑那么远，想看我都看不到。长大不要嫁到美国去。他说他长大不要嫁人，他要陪着我。我们要从这边坐飞机飞到这里哈尔滨。哇，好远啊！4个半小时的飞机。然后再从哈尔滨这边坐火车坐到这边。对啊。这就是从山上拍下来的。我看哪一个房子是我的家。那么多，你要从哪里走到哪里？好像真的不是我们那一条街。不可能吧？应该不是你们街。
车就是那个就会变成人，只有那小步小步慢慢走。从哈尔滨到伊图里河，就每天只有那一班车，一班哦，然后就是要很赶时间，就是搭上那最后一班车，就是每天一班一班，很辛苦的，又要帮忙顾弟弟，又要帮忙抬行李，又要帮忙怎样怎样，有很多事情，很兴奋，很期待，很高兴。黑漆的夜，没有路灯。因为这是甜的，像永远走不完的那种路。原本看到前面是尽头，结果一走下去，结果还有另一段路。之前回来都是夏天啊，都是暑假呀，衣服穿的也少，然后东西也没有那么多，然后也不会那么冷，所以冬天回来真的是一个挑战。在火车上出太阳，就是感觉很热很热，白的屋顶全都是白的，很漂亮。然后有冬天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会亮晶晶的，它会闪发亮，而且它的那个亮是金色的。谢谢。对，好冷。家了，到姥姥家了。对，舅舅你在哪里？啊，舅舅来了！进去来的。爸。哎呀，冷不冷哈？大家！我给你抱着啊，我抱他身子。大家，好了，我不敢跑。老爷在哪里？老爷，还没抱抱呢。几个人呢？那个后面还有。哇，好大！还有东西吗？有，他们后面可以拿。能拿吗？嗯。哎呀，别动！我掉了。爸，你刚刚耍闹冷，那他不冷啊？我也不冷。有一种味道，因为我姥爷是比较喜欢抽烟，然后他口袋会放一些烟，我就会闻到那个烟味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奇怪怎么会有烟味，然后回头看看，哦，原来是姥爷给我披上这个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暖和，然后我发现那个我外公他脸有变瘦了。就是怕他营养不良没有睡好，所以我刚刚一下车的时候就看不出他是我外公。此刻心情，说不出来，好兴奋哦！终于回来了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妈妈了。快了，马上就到家了。你觉得姥姥是先抱你，还是先抱我们两个？一定是先抱你和弟弟。目前在他心目当中，位置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个，我已经排在第3个了。宝宝，快点，姥姥来了，宝宝。为什么先抱他，不是先抱我？你让他大就抱完了。
走不走了？不走，不走了。要请假了。哎，姥姥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。姥姥看得出来，因为姥姥跟之前没有变，就是当时看到姥姥很兴奋，然后心里讲说，哇，我终于看到了，这一路下来的那个辛苦都值得了。舅妈是负责采，我负责看火，很暖呢。我是在台湾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是用瓦斯炉。不会吧？我说的怎么那么旺？都是你填的。妈妈最爱吃这个。该喜欢了，该没关系。辛苦你了，哎，吃点一直，然后另外一个。奶奶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谁呀？我忘了，你忘了，我是红娘。红娘啊，我回来看你来了。好孩子。得多吃点东西啊。你不是要跟我去台湾吗？现在走不了，现在走不了。等天暖和的。就是看着好玩嘛。天暖和的，然后我带你去。行。彤彤，你别跪了，那裤子。我会感觉比较可怜，因为这样子瘦到那么很瘦，然后感觉很虚弱，就是只能坐起来吃点东西，要不然就躺下。然后吃什么要别人帮他煮，有的时候不合胃口就没办法，还是要吃啊，为了身体健康。你得多吃点饭。然后好起来，夏天我们去台湾。我还回来接你。行。我们先回去，然后等我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。那你要乖乖吃饭啊。我拿了这拿家去。这拿家。你问问这小崽子。水下石头吗？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哈，怎么一直掉？让他们那个鱼抓起来放在那边，就是你给它拿起来放在地上，它就一下下就结冰了。就两个打在一起的时候，哐哐哐，木头掉的声音，哐哐哐的声音。你看他们坐在上面，然后溜下去的。因为这个也太爽点了，坐在这上，然后脚一蹬就下去了。很恐怖，很紧张。有了，他很想要玩。要出发了吗？出发！
心安宁，一片大森林。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，一呀一匹烈马，一呀一杆枪，长袍越路漫山满岭，大雁大不尽。回到内蒙古之后，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有跟那个木头有关，例如房子是用木头做的，煮饭跟取暖也是用木头，还有老爷的工作也是在砍木头。不敢。你们两个一起。对。送你做纪念呢，带回去。在台湾去吧。对啊。可以放水缸吗？哎呀，好脏啊！放哪啊？放在那个铁桶里面，小心顶起来了。对，放这里。小心水放出来了，快跑！你看这边还在吗？世界大炮。这样子给你喝，他们就是喝这个冰块融化的水。哇，里面好暖呢。这地方就这样了。这个吧，叫地火龙。地火龙。这个烧了以后，这个铁炉子这个炉筒一热，它那个铺就会热。铺就会热。躺顶上就像咱们睡那热炕，知道不？跟热炕一样。你看那底下的。你看一溜都通那头去了哈，都有管子好多管。这就叫山上小工队。我到这小工队就是给做饭给工人，就做点饭。因为啥？你退了休也没啥干的。给你。我能帮什么忙？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能帮啥忙？不是。哎，对，切，对，不切。哎，切，没事，切。呀，没力气了。哇，好快呀！我觉得很辛苦，他年纪很大，然后从家里到那边很远，然后自己就是还会被烫到，就是还要去煮饭给他们吃。我第一次吃到老人这样煮的东西，然后越吃觉得越好吃，可是我吃一碗就很饱了。我们上去了，快点！不能打你丢人！打屁股，打你屁股！快屁股给我丢一下！下去吧！台湾的红梅妈妈，她平常都是忙东忙西的，然后不乖就拿棍子就秀出来了。到这边的妈妈又不一样了，还会教我那个雪要怎么玩，然后这样子怎么玩才好玩。可以跟妈妈好好的那个安静的玩一下，就觉得很好啊，因为我弟弟在的时候都超吵的，妈妈都被他带走了。
是有点冷了。我发现你好像现在没有以前胖了，是吧？我瘦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我想吃雪糕。买那个大碗的，你就从根河能吃到台湾，但吃不了一半呢。行不行？我买个大的。哎，李小彤，我不说给你买一个碗装的吗？李小彤，拿大的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呢？不好吃。够了。我们到市场的时候，姥姥会紧紧牵着我的手，然后她就说：“我们再绕一圈，你看你想吃什么。”我2、3年才回去一次，而且每去的时间都很短，所以她想让我多吃一点，让我快乐一点。妈妈，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姥姥一直往袋子里边数块钱的。再装点吧。装点去了它。好吃这个。觉得虽然是隔得很远，可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变得那个很陌生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非常的有那份感情在，很幸福的感觉，很幸福。明天我去买那个染发剂。得皮肤病啊，我不注重这些事情。那个全都白了也好看，很和蔼的一个老太太，然后头发全都白了也好看。我现在真的挺和蔼，挺和蔼的，是不爸？我爸说，那就又温柔又和蔼。又可爱哈，可爱那是形容你外孙女。对啊，很远的路呢。因为动太久，脚趾不能大，所以弄脚趾的时候脚趾会痛。我再过几天就看到你了。我也好想你呢。一会儿一眨眼，1个礼拜过去了。那哈尔滨还待了1天1宿，要不还能多待1天，是不是？跟我去台湾吧。习近平咋整？你把房子买了吧。我买房子你就去，是不是？对。说话算数。对。最对不起你们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不应该嫁这么远，离你们这么远，每天让你们惦记，让你们想我。还记得你结婚刚走的时候，4天没给我打电话。记得。过来，妈妈这里来。怎么了？一会儿10多年了。老
老罗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我说以后你长大了，把你嫁到美国去。我那是报复。等你大了，你就在台湾找一个老公啊，别走太远了啊。因为你妈需要你，知道吗？妈妈跟姥姥讲的话，我听得懂一点点啊。如果要是我要全部听懂的话，因为等到长大结婚之后才能知道那个意思吧。电话放这儿你看是吧？还有。还有一会儿。对，还有几个。就是我们今天要回台湾了，所以姥姥带着大家一起包水饺，要帮我们送行。一点点捏，在那捏起来，捏到了就行。往你上，我做完了。以前妈妈没有告诉过我她很想家呢，因为她怕我说出来又听不懂，怕浪费口水。不过这次回去的途中，我真的感受到她多么的想家。走了，回家听话啊！我下不来了。在哪儿吧？不来了。往后边。让我们留下来好不好？不要。我跟你说真的吗？要不要？我们真的留下来好不好？不好。不要。那我就跟你留下来了。你不要说真的吧？我说真的。我会拜托那个爸爸帮你学校请假，然后拜托旅行社那边帮我改机票。不要。爸比，我会请爸比给你视讯，好不好？不要。
决定留下来了，你要不要留下来陪我？情人节快乐！谢谢，你有抱抱。你等回去我再给你。我的字比你的多。可以吗？我觉得妈妈嫁到这么远来很值得，因为她能嫁到这么好的老公，还能认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。最幸福的就是她生下我和弟弟，我觉得最感恩就是谢谢她把我生下来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。